是为了陪我一辈子，而是想要教会我一件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能够与你相遇，对我已经很珍贵。能不能走到最后，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人生有些事情有经历就够了，不一定要留下什么。有些花会凋谢，有些人会离开，偶尔我在深夜肯定会想起你，心里还是会起波澜，舍不得是真的。你会走进我的生命里，不是为了陪我一辈子，而是想要教会我一件事。谢谢你，能够与你相遇，对我已经很珍贵。能不能走到最后，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人生有些事情有经历就够了，不一定要留下什么。有些花会凋谢，有些人会离开，偶尔我在深夜肯定会想起你，心里还是会起波澜，舍不得是真的。有些花会凋谢，有些人会离开，偶尔我在深夜肯定会想起你，心里还是会起